后来阿强的解放军伫台湾海峡做演习，军事的迷将也嘛记录到阿强甲咱的海军呛声的录音，因呛讲中国的领土不可分割。中国、台湾的一部分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。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。除了阿强的军军舰来到歹庆庆，中国的海警嘛出动船只甲咱骚扰。海巡署讲，早起有2只中国的海警船进入咱的禁限制水域，海巡署马上配合海军甲因赶离开，而且强烈来谴责中国的行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